提供阮大家的英文方面嘅好消息，第26屆传艺金曲奖筹备安排伫台北中山堂颁奖嘅，客家传统艺术表演者今年嘅表演当大眼，用现客家采茶剧团，佢就用莎士比亚剧作来改编做客家大戏。 反背，前面就得到最佳年度演出奖，还有其他早期有2项大奖。另外，苗栗文化工作室所做嘅客家表演，未得到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。5年廿届最佳表演新秀嘅2位者，认真表演作品当中嘅精彩内容。唱歌技巧当初评审肯定，用客家大戏反派2位嘅用现客家采茶剧团演员陈志豪，今年冇得奖。 不过，用现剧团今年还系表现动战斗，伊还得到最佳年度演出奖，韩国最佳传统表演艺术洋上出版奖也2项大奖。戏曲表演类最佳年度演出奖得奖的是荣兴客家采茶剧。尤其and好多也就後生朋友，而更加要有一個目標，即講喺台灣戲曲界開始去肯定。 客家戲，等於客家戲就唔係按客家人自家頭嘅教聽，自家頭嘅認聽，也係歸下文化嘅。對去年用霸王耳機得到最佳出版獎過後，用現客家採茶劇團今年再個得到嘅2項獎。副團長黃英明講，得獎表示佢對未來對傳承客家藝術有很大指引，希望劇團盡挑戰、盡創新嘅做法，做得同傳統客家戲曲帶來新嘅樣貌。 很激動，因為很難得客家戲哦可以得到金曲獎，尤其是在那麼多歌仔戲啦，還有京劇啊這些大眾那個劇種裡面，客家戲能夠得獎，非常不容易，很難得。苗栗文化工作室利用客家表演一種專輯得到最佳傳統音樂專輯獎。負責人彭文明支持家下講，為了獎金建出來天數8線份嘅爆炸son者。 韓國感謝醫護人員也保衛安辛苦，未來會繼續打拼，長久韓國保存寶貴嘅客家音樂。能夠得到一個獎係非常歡喜嘅，以後我會親情親力吼，來同一個台灣傳統音樂嘅一個保存、傳承，然後發揚。今年用大吉來做主題嘅傳藝金曲獎頒獎典禮。 喺大團表演當中，用嘅動作傳統韓國現代都有嘅應用形態。主辦單位希望一條前比韓國新人強下來打拼，留寶貴嘅傳統藝術文化，對民眾嘅生活度風，以此傳承下去。客家新聞採用準程做特別報道。